那也不行啊！我的广告创意不是这样的，怎么可能随便换人呢？不许调戏大叔啊！大叔不是调戏，大叔是一种礼貌跟尊称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买创可贴去了。你觉得林逸轩这个人怎么样？干嘛？没事，只是他也喜欢吃米粉。哎，朵儿，我刘葛。干嘛？哎，你先千万别挂电话啊！别怪哥哥我没提醒你，你还真得看紧了你那个老男人，我看他没安什么好心眼儿。哎，这样回学校我跟你细说，就这样，先挂了啊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不然嘞还有谁啊？不是说爱宝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这吃饭呀。哎，如果说爱宝没在的话，你是不是不会来啊？吃饭。哎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傻瓜呢？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一整天跟你们牵线搭桥。你要是个男人，就敢做敢当。你叫我来吃饭，就想跟我说这些啊？那好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问。你是不是喜欢爱宝？我是喜欢爱宝，但不代表什么。